泰国来的集中管理，但是呢就没有人情味，所以因讲伊的一个工厂设落去，袂当超过200个人。意思是讲，这200个人，你伫这个工厂上班，大家拢互相熟悉，大家都认识，你从上到下，每一个都可以彼此认识，所以因这员工的气氛真好，因为想要跳槽，因为想要换环境，因感觉伫这个所在，每一个人拢受到尊重，每一个人拢会让人把他的想法、意见表达出来，这就是因 GoTex 成功的秘诀。所以因的安怎连续，这我就很抱歉，我忘记。连续不知道长多久的时间，是美国前50大赚钱的公司，前50大，在美国前50大连续好几年的时间，是全美国前50大赚钱的公司，用这种方法，所以他的想象力应该被鼓励。但是我们不要让我们每一次解决问题的都只有一个答案，这就是台湾的教育填鸭式，你只能够回答一个答案，你讲其他的答案错。你讲跟课本不一样的答案错，你用其他的方法来推算，演算过程，有时候也会被打错。但是呢，伫上帝予咱的智慧中间，永远无一个同款的一个答案。我们应该要去寻求，并且去用创意、用想象，并且用我们的这种自发性的想法，去得到。最后，咱就是爱客观理性。来评估这个解决的办法，客观理性的评估解决的办法，爱客观别让主观，爱理性，爱头脑清楚，爱去评估加解决的方法是啥物，所以英语安讲 ，evaluate an option objectively and reasonably， 你就爱去评估什么呢？评估这些客观的，评估这些理性的方法，你要把它去找出来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协商落到是这种勾心斗角，其实我们都在计算人家的恶，然后再勾心斗角。那你前面的努力就算你成功了，但是你还是远离圣经的原则，最后要失败。你过去花了这么多的时间，和平使者从第1课到第11课，用这多时间精行。用遮多功夫，遮多喙烂，但是你到落尾，你的谈判时阵，这种在计算、在勾心斗角，那是大错特错。第二，我们要尽可能的把事实适当的陈述，包括这些规定规则有专家的专业的计算报告，都或是辅导，都可以来寻求。还有第三，但以理还是我们的代表学习人物。最后这个故事，但以理他了解到他所面对这个人的利益。我们知道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，当他在被掳到巴比伦，这个巴比伦的王叫尼布甲尼撒，来，这位讲一解。好，华语就是尼布甲尼撒，尼布甲尼撒。好，这个王讲，哇，恁对遮所有全世界遮掠来遮的犯人犹太人，恁就将遮内底上缘投的、上水的、上有智慧的，带来我的王宫。因为犹太人因阁算巧，所以你用我的酒，用我的菜，用我的肉，互因食，甲因食甲肥足足，饲甲安尼巧巧的，生了好看好看。我要来将遮的人，来帮助我的国家尼布甲尼撒。总是但以理，伊有一个想法讲，我的古早伫以色列的时阵，阮是敬拜上帝。你遮拜过酒，你去拜过偶像遮的菜、遮的肉、水果，阮拢袂当食，食了阮就无清气，阮就甲上帝关系就拍歹啊。总是但以理，伊要拒绝，但是等这个办理这个酒膳的这个太监来的时阵，他只是但以理。王宣布，你们这些人，犹太人的年轻人，长得还蛮英俊的，但是呢，这些酒菜都要给你们吃。如果但以理当场跟他说拒绝 ，say no， 那你可以想象，他的下场是什么呢？但是但以理他却用这个合作性协商的原则 ，POS 的原则，他来跟这个太监来协商，说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给我们10天，在10天，如果我们都没有吃王的酒菜，也没有喝王的水果，没有吃他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们只给我们清水就好，清气的水就好。
如果我若变较善，我若变较歹，安尼阮就愿意来食。好，如果我若无安尼，好，我若是因为继续安尼，好，你就会当安怎？好，我会当教阮这个方法。他跟他开始来协调，来协商。果然10天过去之后，这10个人啊，这些人这些犹太的这些被选出来的美貌的少年，好，没有变得比较瘦，而且甚至比那些其他的人更俊美，更俊美。哇！所以连这太监也这样，也同意。所以好，你们可以继续吃你们的食物，用你们的方式，我就不强迫你们。所以但以理他就成功的得到一个机会。有时阵等你受到压力的时阵，起冲突，人家让你没有路走，但是你可以寻求。他有他的困难，我有我的困难，把我们的困难摆在一起。他有他的好处，我有我的好处，把我们的好处摆在一起。好像约瑟，好，当他在旧约创世纪的约瑟，当他在监狱当中遇到了这个九正大臣的时候呢，好，他也把他寻求他的好处，替他解梦。那约瑟也希望他能够帮助他，好，但是他愿意把他的好处都摆出来的时候，机会时机成熟，好，双方都得到利处，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。因为那个九正大臣在监狱里面本来是要被砍头的，但是因为约瑟替他解梦，所以他又再一次的出狱。好，并且呢，约瑟也因着那九正大臣，过了几年之后想到之后，也把约瑟从监狱当中救了出来。当我们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意见一致的时候，不要太快放弃。我们可以继续用和平使者4G 的原则，我们可以用7个 A，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4个承诺。你可以用我们里面所学习这些的步骤、步骤，去找出这些忽略的，或是想出新的解决办法。所以结论，协商协调不是在拔河，拔到最后就是我赢你输，你输我赢，是要做法要合宜，并且合作性的商议。可以找出彼此双赢的办法，双方都得到好处。第三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今天的问题的思考，我常常为哪一些冲突？当我跟对方起冲突的时候，我常常跟神控告：兄弟啊，你看，就是伊弄安暖，还是你要向神祷告？神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祝福他。第二，哪些物质上的纠纷经常成为我发生冲突的来源？第三，按照这个 PAUSE 的原则，我可以如何成为和平使者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，互阮暗时伫遮的组织，去透过圣经的原则，互阮来合心，来去顾念对方的利益，互阮会当来，毋是讲顾家己的代志，也会当替别人来想。愿上帝你祝福阮。帮助阮，也通过阮伫圣经内底所做的练习甲努力，互阮渐渐愈来愈有智慧，会当亲像亚比该，会当亲像但以理，会当诚做互人和平的人，会当诚做解决冲突、解决问题的领导者。愿上帝你祝福，听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